规台湾真侪所在监视器会当讲是踢倒鸡，一个做歹代志，随互人看见天。也毋过，有人发觉讲，今年7月，伫咧台中的台湾大岛地下岛，投的监视器电眼，全部拢是中国海空卫视的监视系统。这查才查讲，原来台中市含台中一中在内，拢总34间学校，1599支的海空卫视监视器电眼，校校动静拢互人看见天。教育局嘛回应讲，也未收到中央公文讲袂当用，若是确定袂使，就会慢慢换掉。有啊，现在在4楼。查啦探半暝走入去学校的查甫学寮偷摕物件，结果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。就这位嘛？对，就这位。个侮辱查某囡仔真可的查甫人，走入去高中内底秘伫查某的便所，警方为着掠人，嘛爱靠监视器来办案。为着维护学校的安全，台湾一部分的学校拢会伫学校内底安监视器。毋过即马说白讲，中国生产的监视器可能会造成学校治安的危机。这里也有一个，好，这边也有一个。今年7月，台中市台湾大道几来地下道方北讲，安尼监视器拢是中国海空卫视的监视系统。市政府全面查过了后，警察局的部分重要的路口拢无按中国生产的监视设备。交通局甲建设局嘛拢换作台湾生产的。受未到教育局的这个回函所讲，台中市有34间学校，拢总1599支的监视器拢是中国生产的。教育局回应讲，也未收到行政院的禁止通知。目前海康威视它还没有纳入中央的公务机关禁止采购名单里面，我们的确没有相关的法源依据可以去要求学校厂商做汰换。但是我们为了确保市民的资讯安全，我们已经有充分的掌握学校安装情形。教育局讲，目前估计全面换掉超爱1300万，未来等正式的禁止名单确定了后，会摆时间把中国的监视器换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